另外啦，呢條片都講下消防啦，咁又啲人喺網上面就講好多點解消防唔用無人機救火啊？點解消防唔用直升機救火啊？點解消防唔派人上去救啊？咁首先啦，一嚟香港裝備係真係落後啦，係啊，所有嘅裝備即係完全係，即係你一個咁嘅城市，一個咁嘅發達嘅國際城市，你係唔應該俾啲裝備係咁差噶嘛？可能因為香港發生嘅火災係真係比較少，即係嚴重嘅火災，所以就一直消防都冇呢啲咁嘅設備去做呢個應對。咁二嚟咁啊，啲人問點解唔直升機啊？點解唔噴水救火啊？即係如果呢個方法可行嘅話咧，消防隊一早做咗啦，使唔使喺度網上指指點點啊？戇鳩！同埋咧，啲人喺度問咧，點解消防唔入去救人啊？你老母啊！消防都係人嚟噶嘛，都有家室噶嘛。啱先入去死咗件，一個係笪死，一個係焗死。咁你係咪想啲消防隊全部一齊衝晒上去，一齊陪葬，咁你先安樂啊？即係講你又係，做你又閪嘅呢啲撚樣，真係屌你老母，喺網上面火上添油。即係你哋要將心比己咯，其實消防都係人嚟嘅啫嘛，佢都係一個普通嘅人。咁你人喺呢咁嘅關乎自身生死嘅情況下，我覺得佢自己有個退縮，有個保留係一個合理嘅舉動咯。你可以話佢唔為人民服務啊，唔點啊咁，喂，打份工啫，使咩豁埋條命出去啊？已經有幾個豁咗條命出去喎，咁你係咪即係要人哋上去一個一個咁送，好似魔關羽咁撚樣啊？你啲人係諗咩㗎？你黐撚線㗎！你啲網民真係〜